呀，各位聽眾，佢真係歡迎我真係收聽邊啲好嘅節目。這個禮拜呢，甲曉樂，我唔知曉樂平時甲我錄音嘅事呢，真係人嘅事啊，伊冇咪講話，伊冇咪有機會講話，能夠上夠夾啊就，所以特別一對一，然後夠有機會，跟大人給就在講話。曉樂歡迎就對嚟邊啲好嘅節目第二出曉樂 No.2。你是唔是平常時錄音嘅時候，人上夠講啊，就係啦，七級半夜嗬，搶嘅機會，咁樣你冇咪有機會講，我感覺到。我較濟是聽，然後我就是第一隻就是用下咧 Zoom 嘅下咧，但我記招，好本嚟看用 Zoom 記招嗰陣講咪我想講 on there is an on and off buzzing sound 喎，等我聽下。我諗 recording 啊，冇 testing buzzing sound 有咩嚇？別人我聽到 on and off buzzing sound，我冇聽到喎。唔知是倒落去讓別人我聽到。等我看看大聲啊，白清。你講 on and off buzzing sound，即係2 minutes ago 啊。唔知，我冇聽到，我見。I mean now don't have. Oh, okay. Yet. OK，嚟講到對，你用當機用 Zoom 嘅時，伊會使 force 佢手咗，該看到，所以 OK 啦，嚟看。แล้ว我咪對注意看，because 即係你平常時 actually 我咪再講你自己會看，你是感覺到你是，嗱先講I consider 是較外向啊、內向啊，你就是 introvert 啦，我看你看啦。我冇必要時我甲講話，冇必要時我就點點看戲。default 都是點點嘅 ，observe 呢條。對，我是對 ，silence is gold。點是金。我對嘅時機講對嘅話。哦，你特別算下幾時？甲講，你無啥凊彩啦，咩跟開住講，你是特別有等陣，我特別換我嘅一個新嘅 episode。哦，對好，即係 Clubhouse 人看啫。要落 to start 啦未？要落 to people watching。OK start 啦。OK share copy，然後我 share 去 update edit link，即是要落 to。我等會睇放新嘅名，曉樂都。大漢呢要落俾要落 to 就 to by 我呢啊。你 OK 嚟，咱講到對你中學點聲。你參一陣看女家嘅一陣朋友也用收留你，了你常常甲人做朋友啦。then 到底學堂嘅時 ，because of 你個其實愛都是家己一人無咩愛參與，了你去參你個女家淡薄，你到底學堂嘅時有人安怎欺負你哦？時候無理。讀冊無考啊，就是講可能看袂起咯。哦。你有人有啥bully 你啊？沒有辦法啥可能你歹學生啊？有啊，車包人掂車包人掂，而你車包嚟掂。你我看你你細漢時散咯，你就慣啊！我未記啊，我捌拄你知道就係 Queensway 頭前嘅Queensway 頭頂嘅你你叫咩？嘢你福岡下掉，福岡邊我拄嘅你知道嘛？無講真慣啊，你8、9啊。8 OK， 咁散咯，4粒子你讀出來時應該是散4粒子，本來可能欺負。掂你車包。我車包啊，衝地嗰啊，西龍啊。衝地都講到未？咁都參加保險啦，明唔明啊？啊，有你冇插？你 feel 到人種？
我朋友都少啦，炒面，唔會炒啦，就是乖乖做嘅物件咯。嗯，我大嘅時就是無坐後尾咧，就是坐慣啦。哦，你是只漸啥？almost 像 對，invisible 嘅人，嗯，做透明人，做玻璃鏡。一直到啊，Form 1到 Form 6嘛，一直到我做班長了到慢慢夠人尊重我啦。哦，所以你是感覺到講，你 almost 是成個透明嘅，無人插你，無人愛曉你了，你感覺做班長了，教上人教有就教你講話，係咪啊 respect 你呢？特別係你時時幾時？有可能是 Form 3、Form 4。哦，OK，所以參邊喺學見嘅時啊，就差唔多已經有人 respect 你係是？但你清無你你有成日講，你你驚講，I mean 就我想啦，我想是應該是你應該是有人可能對你成日多行，你有感覺到成日有人排斥你安尼款會驚會 fear 呢，成日參一件新嘅朋友，咱無人無熟甲你安尼看你安尼驚。有啦，但係我無個無面上長人。所以你邊啲學見人做袂驚？按照你因為再講，你來參邊啲學見是按照你再講，如果有單來個無驚講我人無熟甲你。因為冇看到面嘛，哦。唔是 physically 嘛。做你明日驚講，第個無熟甲你就買來呢可能。等你來教嘅時，我未記你頭一道係咪 episode 咧？就是講攏大隻聽眾攏會記講，伊頭一個邊頂即個小樂頭一個 episode 參下面物件，攏甲我講者，唔知是特媽我有講到物件，唔知是啦。即是 because 頭一 episode 唔是特媽我放嘅，特媽放是 first anniversary 嘅，first anniversary 是 episode 是53，所以應該是你較早嘅時。應該有參嘅，所以我唔知是第幾個。然後一個嚇，嗰一個我聽到一個 episode 舊嘅 episode 咧，即是八十萬人，即是多少看下未記住啦。嗰是小樂咧，我是赤草行嘅，赤草行嘅小樂。誒，係你青報紙係個出裏面嚇，嚇有啊，你看到咁樣嘅咯？係咪？你出去叫老少人對你叫你尋鳥？你諗唔知啦。哦，我知啊。特別是青報紙 The Star 是有看到路。但是嗰陣青是出報紙那個人紅啊，安怎會看到路啊？路來係咪物件？咩路參過我係咪物件？我係報紙擺到位啊！係咪報紙 The Star 啊？對，誒，如果有過啊，如果行去國啊？你唔是滷面嘅咩？我唔知啊。我講路出名，冇正名嘛？對，用假名。伊正名咧個為兄弟姊妹，伊正名是無人唔知啊，無。Hello 你，你試下當叫人講下80萬人嘅物件。你成個知啊是哦，見哪批個？你冇講會除小英出來，係咪就係小英？我雖然是小英。哦，使，你個夾 separately 夾我咧，我係到底我係抌料嘅時係你寫人小英。因為話到 AI，然後呢就掟然後吹哦。OK，呢個夾我兩條無相嘅，maybe 夾一條細漢嘅小英咧，夾一條大漢嘅是小英。第二 episode 嘛，你可能頭一個細漢時咧係頭一個 episode 咯，抌料咧第二係你另個一條小英係當金嘅。我放經啊！係咪放經？等我借我一條外包。OK。你若是講看到細漢加大漢聽即個邊咧學嘅 episode 咧，Eliana 差別款歡迎，曉落來了，曉落咧今日咧為教人一對一，講真係物件，同嘛細漢嘅物件，你當然咁去驗唔知咪發喎，你驗咪發來。
按照你嘅 file 到啲外國嗰個 file 去，這是咪你寫下來啊？你識入嚟啦。來看一看，下面 file 到底。我記我有我小英，這是咪變人下？我茶米粉對變人佢先正好，但係走啊。會離變人要對新加坡啊，定茶米粉望未見啊，人嘅 one on one 啊。搞到幾時有影？望未見人有啊哈。舊年有個當機咩啊？來，吹條咪，好看啫。最好細漢嘅小英，我一定我中學第一暑假嘅小英，哦，特別頭嘅甲頭嘅鳥中路嘅檳榔路咧，做未出店咧，係做小英店嘅，係頭嘅鳥已經 pass away 了。哦，所以有你家樣做這個事嚇。因為伊人他是翕嘅小英，伊人翕了吼，伊人印出來了，印啲 canvas 位，然後用手去繡嘅。哦 ，retouch 嘅嚇。有繡了吼，唔知怎個個變 digital 係啥物啊？變 film 了甲印出來，後白喺 black room 印出來嘅。哦，啊，對，你小英店，這啥物？小香葉小英店。哦，小香，OK。你看伊抓落在錢，若久抓。啊，我知小香真出名誒，小香是檳榔 road 嘅位，到啲迄個樓頂嘅人去啊，撞領地學生嘅畢業照，咁咪是佢哋翕嘅咯。是唔是你畢業嘅小英啊？我是畢業，對畢業小英。啊，來看者。哎呦，你看你，receipt 幫我收掉啊！佢哋15塊，攞寸。來看你小英者，哦，哎呦，未見，你做學長啊？這事情帶？對，佢要prefect 做班長了，做學長。哦，升級啊！你頭毛是第水啦，係咪先？然後自己加嘅頭毛咧，佢冇水啊，做學長。哦，哇，這未見到啫，哇！你叫我，你小英叫我，你小英 OK？我放到底下抌料誒 episode 會放。哎呦，細漢呢啊，這是頭隻 episode 是放。哦 ，to be 頭毛個像哦。然後，佢應該是唔知幾歲啊？佢地渣了，佢應該是這個歌。你會使夾個了，我會使係冇像誒。我 to be 泡咯。啊，然後個大漢呢，就你看咯。哦，笑啊，大家對大。特別甲即馬啦，甲巴魯啦，是有感覺安怎都是人較好看，我自己就我本唔知啊。安怎不是當金較好看？啊，別人較好看。哦，你這是 complex 啊，這是 OK。感覺就別人嘅貴鳥怎麼較易嘅？緣投啦，別人緣投啦，自己無緣投啦。啊，對，OK，來講係咪哦？我看到了哦。哎呦，呀哦，拍節數，炒冰啊！哦，佢時陣是加咧攞春頭是一春頭啊，
短短頭前嚇。興機刀。你等你去中學讀出來了，這係咩？小學破地會白槍。哎呀，我看到你名了。你會做我 edit 哦，咯？我話名句，我話句。OK，所以免插嘢，快啲啦。Mas sekolah hổ bé bulu à. Aduh，你做咩事笑掉啫？你對路，你嘛笑路。然後對邊個是都，因為翹厝嘛，翹厝翹了，吹掉物件就夾來這邊咯。哦，伊夾來路啦。我家己夾來。我伊家己夾來吹路是夾路。我夾來。哦，你家己夾對。伊捌來吹路過哦。伊對啊，我傳對啊咯，我12月傳對啊。特別來過久啊。8月呢。8月節。8月節。OK 喎啊。未啦，啲大隻假咯。小假。出隻大隻冇上啊。我爸。哦，你爸，哦。OK。我記你 share 完你爸 ，because 是 pandemic 是，佢哋只人會記 OK，佢哋種變咗 classic 去啊。是，這我唔知啊。咩？這應該是一隻卡，這家之前翕嘅啦。咩這家係咩數？啊 ，prison。哦，這卡久。對。哦，係你告訴佢再講啊。Live video has occasionally interfered. 人講係 live video interfere audio. 白見。係咪嘅？我隨我係講嘅聲音。你爸告訴這卡久，告訴再講。來，我知道。這句，這是盧寫下呢。人講 audio 係咪唔咁 ？Hopefully 我 log email OK 啦嚇。Then 你講話你爸就安怎這卡久 end up because 佢較勁。冇啦，佢招數白粉。哦，這是幾時是數？我中學嘅事啊，應該是我中學嘅事。哦。哇！你安怎影響到你？聽得落很。就是我跟我媽然後我爸大。一節較久哦，足久。我本袂記咯，本來真正久，特別伊大內面應該是安怎講啊？伊 behavior 好啊，所以咁了個安怎講啊 ？whip 啊，係咪 whip 就術嚇，就術咧較快出。對。哦。然後就是我係迄個 environmental cadet 嘅先生，帶我去看我嘅爸咯。本來是會看，因為無啥物物件唔知影袂記了，因為去嘅點聲，迄個 guard 無好接，迄個 prison guard 無好接。伊講因為我是 minor，了有penjaga atau ibu 還是講就是 parent 無其中一個 parent 安怎講 supervision。哦，伊無啥大人帶你入你袂使入啊。所以你先生當做你係啥guardian嘅啦。伊求迄個真久。Because 你買見你爸數，所以我嘛真正見伊。所以伊無甲伊有關係物件，伊莫聽，莫曉，莫插。OK，明白。
了我的先生多謝先生你叫，簽清水，你是教咗咩？Pendidikan moral 加 English， OK， Miss Cham， 然後伊家哩 prison guard 叫咯，直直叫咯講我厝內嘅情形啊，講伊嘛是當做無伊老爸可能情形啊，了就算安怎就是無一個 parent 會來帶伊來看伊爸爸啦，然後伊人後尾講，然後你甲互伊接，互伊帶我接嘅原因，就是下一道呢，就是因為伊毋知因怎講啊，我先生是講，伊有提起講，伊先生本是 government federal worker，penjaga penjara pun si federal worker. OK， That's like 伊人 understand each other OK， situation，講家己人照顧家己人，所以教學รู้อันคนคิดขวางในปาน่ะว้าวแล้วอี after 出來過啊安怎生活就較久出來又來找我人，又來找我人，做啲到了住佇青草巷位咯。伊有倒轉來找我人，特別毋知伊毋知安怎找着我人嘅啦。可能是通過伊嘅大哥嘅某，因為伊人帶我人搬出來嘛。OK， 伊人大法林海間厝，愛甲我人迄邊收轉來了，應該是大迄邊在講我人後一步會去大倒位啦。แล้วตัว轉來你媽媽是 of course 未接受，未咯，就是轉來了，本是我知是假真啊濟啦，因為伊嘅脾氣本是上嘅啦，講啥咧脾氣本是講淡薄然後就是夾起來了嘅。我爸無一個，我媽冇伊這種物件。本是我爸如會款，就是我無一個，我無一個人為我這種物件。我愛做嘅物件，我會曉做，我做了，我做好了，我會甲你講，做好了。你問啲妹咯。我會方法去做，安怎做你免甲我講。你免插我安怎做？伊就是講，你特別別安尼款做，你無肯做咧，你就是講嘅，你是笑嘅。了安怎別人會安怎做，你袂安怎做？伊就是有肯真係無你嘅要求啦。我覺咯。你爸咁正嘅咋？阮真少講話啦，特別伊甲無管我啦，伊是講伊是講來做咩你就去做咯。無講錢啊，上面啦，特別無價你買得濟啊。แล้ว你會記你爸像你記啲啦，你爸嘅款是安怎？老抓少少 serious 係啥物？伊款？少講話。少講話。伊不要講中文，伊不要講台灣話。你講咩話？然後講福建話呀。福建淡薄阿毛甲淡薄番啦。你甲你講話是，แล้ว你到處是講中文嘅嗬？教我就係講福建咯，教我嘛講海南話咯。咁你嘛講海南話誒？所以我捌嘅 language 較少，我捌7個 language。OK， แล้ว你所以你 OK 到中學畢業過了 ，SPM 考過，唔知亂叫咩？你是叫 SPM 哦？你考嘅是 PMR 啦 ，SPM。PMR 考了，PMR 你考完咗 ？OK 哦。7粒呢？咪是 OK 啊？無咁完人家9粒。你問啊，你直直甲人比啊，你特別我看你是未歹嘅成績本是。
會使啦。I think 你邊我談個字 staff 啦 A。แล้ว中form 5嘅先呢？但我都講佢 form 5你佢按照佢談按照你接到個要得到是OK 嘅 result 就好嘅。喺延期嘅話678。678哦6FA 小學咩叫咩 UBSR 啊 UBSR 7粒 BMR 8粒 SVM。哦。人 SVM 又11粒，我加8粒。我對我自己加嚴啦。我對我自己加嚴啦。then 你要對自己要求只管啊，我啦啥678啊，喂678，所以8所以了 OK， 當然接到接到安怎談你談咪多你 form 6讀到咯。總領咯 ，form 6 lower 6 upper 6。哦，แล้ว form 6係 STBM 咩？冇一粒呢？一粒 A。A。我唔知考幾科，唔知4科還是5科呢？咪嚇？係哪個 A？哪個 A？แล้ว哪個 A 要談入 logo U。啊，是安怎我未曉安怎 logo U 我唔係，因為我這頭冇做嘅啫。for flat 嘛，人講4粒嘛，4粒 A 嘛。4粒 A 是第好嘅啦。然後我是因為 result 唔好，然後冇通經學堂咯，跟住學堂經話咯。然後嗰時陣是真愛去澳洲，是澳洲啊 ，Australia 是澳洲啊。澳洲。讀冊。然後就是因為家庭嘅冇在掉，然後放掉咯，係愛去國外讀冊，係拍算先放掉，然後 forensics 個讀袂掉，因為我真愛我嘅 dream course 是愛 forensics 嘛，USM 嘅 forensic science。因為看上這 CSI 嘅I see。哇，你出界面根本就 interesting 哦。對，我就是因為真係細漢嘅時看 DVD 噶，DVD 真係濟，因為嗰時陣會使講90年代嗰個年代啊，真係濟 DVD 噶真係濟 classic 嘅嗰個 show like CSI、Charlie's Angel。然後個真係就看真係濟紅毛嘅電影紅毛嘅，紅毛戲，就是做路變做會有心想個會去紅毛做嘅，真係看會去，就是講到，真係想要去國去讀冊去生活。特別你出國唔是講會去啥台灣啊、日本啊、大陸嘅，你是想會去紅毛做嘅。冇做嘅，重陽咯，對重陽咯。然後嗰時陣冇去 expose 到台灣。講讀冊就是 Australia，還是去美國，還是去 Canada、英國、New Zealand 嚇。嗰時陣冇 Canada。是。因為嗰時陣因為我哋做 counseling club 真係濟愛 organize 下嚟 education fair 嘛，所以我哋 invite 下嚟 booth 啊，隔了怎講higher institution 大學啊，還是講 college，較濟來就是 New Zealand、Australia，recruit 啦，對。Case Giovanna 係咩？你講你 CSI 嚇 Case Giovanna。Juvenile case。
唔知啊，佢Giovanna係咩數？我唔知講咩Giovanna啊，Sammy 聽。OK，so 恁如還是去到他大學去時都有心想要去阿莫作嘅讀冊。他 Form 4、Form 5、Form 6嘅時我都有想啊。想咧，因為你哋去education fair 嘅啊 brochures 嘅啊 pamphlets program booklets Case Janaya，OK。Case Janaya 是Giovanna di autocorrect 啦。criminal case 呀，對，criminal 好似我而家想俾讀 forensic science 咯，因為我 Form 5對，本地啲嘅 moral 嘅係 folio 啊，對，SPM 嘅 folio，我做嘅物件是有關係對 criminology，有關係對 forensics 了，我教我嘅朋友去康梅 General Hospital，太平間嘅係personnel，太平間 more。哇 interesting 啊！你即係有時你喜歡看電視機啊，做有興趣，你梗係 case 啦。對，因為我真係屬個 psychology。so 你成個 solve problem，成個 solve puzzle 呢？嚇，你是計。想屬個做 detective 嘛？你屬個做 detective 是細漢啊，大漢就成日看，還是看戲劇啊？上到。看戲影響。本時愛做 actor 啦，但係交保路都唔會。嘿，你會做 actor 本啊？哇！你頂到時讀中年時你無參咪戲劇組啊咪？你就是未曉咯，應該是無 expose 掉，還是無人去解掉。特別戲劇組我人你是真正興嘅喎，10幾年前 ，maybe 對於貴啊無啊嚇。有可能時機點聲無啱掉。無人你當然 OK，so SPM 考了成績無夠好，要讀你 case Giovanna。然後你讀接條面啊，接條面考他咪大學呢？你講學大學經都唔是你經大學。我人愛有8個嘛，我人會使學8個 choices。有會說有8個選擇，然後我就是無愛多厝嘅，所以我係頭前嘅係。嗰陣時去掛地。UMS University Malaysia Sabah Sarawak。哇！你去我不是較多厝啊。你被離開厝啦。有。你都經哪去打好啦。然後佢是經係咪 ？Science 樓就是加海有關係，因為我 Aquamarine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因為我 GPA 加2.幾呢2.9嘅是安怎呀？所以你第關係咪 4.0？我第關 4.0 對。第一年啦，特別係第一年，我係8三少，本來真啱。Then，所以我就是因為我嘅 GPA 無夠了，無選擇，所以我選擇較少，我經嘅物件也無海咧，就是咩啊？咧讀樹種嘅 botany。OK。就是這幾年呀。有個一個是迄個有關於咩土木工程師啊，冇叫咩啊？這是土木是咩？工程師是 architect，土木是唔是 civil 啊？土木工程唔知我未曉。土木工程嚟講就係YouTube、Facebook 人。土木工程係咩？土木嗱，土木工程是喺公司發財。咁樣就土木工程單個人嘅時候，土木工程
按摩叫對啊，按摩叫 civil civil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哦，OK，一 then 我大學應該是排第7、第8，佢哋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 大Selangor Kajang嘅，但你談掉這間啊？就是睇第7還是第8，佢哋 choices。OK，特別嗰陣談喎，我聽到冇談，安怎冇談，冇談日本，我係差㗎，我係 CPM。then 你談係咪 college 讀嗰時，你去談 University Selangor Kebangsaan Malaysia 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 UKM。UM 排第1嘛，UKM 排第2嘛。所以未擺嘛？你談咩課 ？Oceanography。I see，未怪你當然接唔接行 OK。then แล้วoceanography 係咩解釋啫？Oceanography 啊，咁唔是 bioscientist，咁唔是 aquamarine。remote sensing，特別我專嘅課是 tsunami 嘅 climatology 啦。哇！我哋 start first year 是 biology chemistry 加 physics，加了都係有啦 maths statistics 然後第二個幾經咯，有knowledge stream 啦，一個是 pure biology 咯，做去研究海底物件嘅，特別冇事㗎 memorize 冇事㗎。記名 maybe。然後我讀經另外一科咯，有關於 physics 加水上物件較濟，叫 tsunami 加 climatology 咯。所以係是 key 到 already，你 focus tsunami 加係咪 climatology？所以你咪是suka，你講一個alam semula jadi。alam sekitar，environment 即是叫 alam sekitar。nature 是 alam semula jadi。就是我嘅 pathway 就是大有早細漢時慢慢 stepping stone，培養到大學嘅佢哋 personality 啦。OK，嗱南西咁講 hi。南西。南西那是你不只有幫到啲 clubhouse 幫 replay rerun，咱嘅本來學嘅 episode 先是你聽到頭一擺。後落嚟參邊咧，我見你都俾教我講啫 ，maybe 賣清嘅時教我講本 civil engineering 嚇，頭前講 ，OK。細漢時，細漢時做咩？有按怎講啊？有做過吹，就是按怎講啊？有吹死啦。有咩？有去吹，按怎講啊？你講咩？做過不好嘅代志啊，講I end 掉家己嘅生命啊！你細漢嘅事，按照紅險講出來呢？其實是經驗掉，我冇按照紅險講掉呢。我多處嘅是因為你捌想過細漢時是幾歲講？然後你捌想過家己睇家己生命？對，幾刀啦，2-3刀。其實是細漢時小學時，加一中學時嘅啥物？中學時有夾刀夾刮手啊 ！Oh my god！按照紅險用掉，因為就是家己嘅家庭出來無歡喜，了個無機會做愛做物件，個無通做。了歸去就想死就好。哇！其實你幾歲你會叫？你講幾廿刀嘛？中學嘅時啦，中學嘅時30-40個，30-40個係咪？30-40個咪是聽到邊啲學嘅事？before 聽到邊啲學嘅事？
頂面 between 有啦，去龍頭啊咩啊。哦，哇，dramatic 喎啊，如啊。當然小氣間係咪按照感覺你 feel 到成心跳？因為外嘛本來你看啦，因為有外爸拍藝術啊，哇，所以你而家家庭是真正無 stable 啊，所以影響你只濟。所以你當然小氣，你感覺點樣？我本是希望我嘛會看開，呀，特別伊未看開了啦，35年、40年、50年嘅物件，叫伊偷，真啊艱苦啦，特別就是大概教路嘅觀念，就是伊真啊暑假play victim card。是。伊就是感覺伊家己是受害者，伊家己無迄個能力啊，無迄個本事去解伊家己嘅問題。生命OK，問題，然後問題就是人做伊嘅，然後伊無好咧，就是人對伊無好。是，明白。然後人好咧，人對伊好咧是伊應該嘅。這就是真啊艱苦啦，因為伊細漢就是安尼看了所，伊爸母受到好嘅物件咧，伊就關得比較。這年你未講 expect 講伊會改變，again 可能。有。但你家己咧，你家己講家己攑刀刮你刮白。你安怎上安怎就去到滾厝啊沒有？我是講無掛上深啦。然後就看到你救到你。無就是家己。So maybe it's self harm, not necessarily. Self 就安尼看咯。我唔是講被你家己傷你身軀，特別唔是講被自殺啊啥物。就是賣個 continue 落去了誒。所以你是有想被死本啊嘢？因為真係艱苦。你咪是特別有真正大something happen 真大個做甲你要去家己替家己生命。你驚咩事？家庭就是講乜是家庭？無harmony係然後外嘛甲我個袂下。真係感覺到，無講一個所在有一個人感覺到你家己安全，家己互你 feel 到，即係 at home 嗰款嘅感覺啦。但係我無是甲到厝啊，就是可能。哇！等你去大學了時，家己自由出去大學哦，間只你覺得咯？大 campus 學校。了食沙爹啊，但係無啊，無是甲其他物件。哎呦，本來嘅人就樣，但係間只嘅沙爹就出名喎。使年啦，還是邊個沙爹較好？One better。係咪嘢？本來 one better。#hashtag 本來 one better。then 你去合朋友，家己自由，家己大了，你有我無講講自由咧，我嘛就是放袂掉，然後就拍電話接你。直拍電話。伊直拍電話來，直拍。一呀，一比拍幾十刀，拍來，你每物件做了未？做咩冇做？做咩無做？OK。我時就被關掉你，可能 still 成到厝嗰個。找無到我誒，點聲咧？伊就去找別人。別人來找你？叫別人來找你？對，了我都感覺真係見笑。OK。了所以交白路本時，可能交白路本時可能打電話，我嘅朋友，路街多看到伊路街講對話哦。
梅咯，梅，然後冰來水位，你嘛水路咪。Then 你大學有係咪新 exposed to open to 新嘅係咪 opportunity 係咪機會係咪？學到咪嘅新嘅物件啊，當然家己大學頂到無機會。冇，就是暑假煮物件啦，我講暑假煮物件，因為我到厝本是偷煮物件。偷？本是想用到啦 internet 可能就偷。所以偷你媽媽喺度煮物件攞住。對，驚我做油糟卡。哦，就做垃圾。糟卡，驚我燒掉。做甲火燒厝。哦 ，OK， 驚你燒掉厝，驚你掉刮。我。就是無暑假我做這做下來，伊甲關了，我細漢時厝位毋是有電話個咯。然後伊房間有一個電話，聽有一個電話嘛。然後我朋友拍電話來是一頭聽咯。然後我被啊，我物件伊就是開。一頭看哦。然後開了伊就是門，我冚電話了就是門。哦，就來。做咩做嚟講電話？做咩做嚟講人哋估？哦，每張借每張。你咪是有啥咪拍拖啥咪？我細漢的中學個咪。無拍拖。有一個暑假，我嘅查某啦，大比伊本是掉唔死啊。伊 depression 應該是。Oh my god！ 這是中學還是小學？啊不，還是中學，還是大學？大學是。哦哇！有路咧，路個叫是個意，就講意思個路。我家己好啦，因為我按照講啊，我會感受到伊嘅感覺。哦，你講伊較特別是個路，你感覺到。了伊甲我國家相款嘅人。哦。了伊本是 self-inflict self-mutilating。OK。特別伊甲比我較解啦，伊 headband snap。伊掛上面 razor 上面。哦。哇！伊個 headband 爆掉伊無拔頭毛，伊綁頭毛落來時，伊 headband 都達到大一邊，因為伊無。because 冇人刮掉。對，所以伊真係這個。Oh my god！ 然後伊做 master，我大做好做工嘅時。你冇 officially 拍拖啦，你再講伊 close 個路可能啦。แล้ว我朋友講伊暑假啊。哦。แล้ว我感覺聽，因為我做下面伊本來對條我做嘅。แล้ว伊本冇朋友，冇啥物伊個大人，แล้ว伊來做好讀冊時，伊讀了 UKM 到 KL， 讀了 UKM， 應該是對個大對一站，對了伊拍水比來做好讀 master。伊嘅 master 上個是 forensic 啊，應該是伊個讀冊查某嘅。แล้ว讀個唔知伊嘅閱讀呢，好是安怎？風險有一日報紙出新聞講，有名啦，係查某名出來講，大holiday 時對個大了，厝內人對來是看到伊家己掉暗啲門也袂。Oh my god！ 哇！這是別使講 promote 即 Befrienders KL Suicide Hotline， 講晒72929。邊一本應該是邊一本？我記我哋都講過。Then you after that 伊過身了，你還是攏無 physically 無像大像位，還是像這 city 像多咗好些。伊應該是 term break
maybe semester 對 that's why 去OK，特別佢哋點先我是我已經大做好加切咧，卡車，我多做好加切咧，所以你讀了啊啦是，所以你讀幾年度3年哦你第一年啊3年呢，Malaysia Bachelor Science of Science 3年，所以3年你加切就被 master 冇咩，所以你 after 你所以你是讀上你講咩咩你讀係咩 tsunami 咁咩啊 climatology is specifically ocean 嘅 climatology 啊對，OK，特別我係加切就是因為我不是加係你 feel 嘅，我唔知講，對啦，我是 racist 啊我是 racist，係咪是 racist？我承認我自己 racist，我不是加番啊做工，我不是加政府做工，因為伊人探班，因為大OAC 都經驗過，做 assignment 啊，做 project 時，伊人都是 like freeloaders，伊人無，yeah racist。I mean because 你 especially 你經驗過人成日啊，你都 assume 佢了本成日啊，maybe 政府會講 maybe 有可能看到佢這，but so 你買接你係 industry because 你接咩 industry 就是政府會講嘅。政府做工對，然後我不是跟政府做工。他是準嘅，歹死本啊！了去加菜去到哪間呢？做加菜。做好到係咪有等？做好。做好等，特別是數錢㗎，還是政府還是咩？數錢啊等 ，OK，已經等人我等啦，我冇方便。OK，別緊，特別伊是你唔是成個你是成個加小學中學喺度等。中因為成個是知啊，我係知講你加菜，我係記。冇，你冇咩歡喜？有啦，本是冇咩歡喜啦。因為本是互人 backstep，互家己嘅同事 backstep。你話我想。一路來，我大細漢啊，直直行到大漢做工，一路有人互人欺負啦，互人，我唔知啦 ，maybe I'm too famous。So，講啦，人看你目睭嘅紅，人家後尾堵你。我這樣款嘅想法，其實我要緊你不是教我，就是因為我比你較成功，你較話了你較悲傷嘅時陣啊。then 等我看 then 你過了迄個加冊了加幾年咧？你出來做工啊？出來大學畢業了出來加冊幾年？加7年。7年啊！你是唔是一路來加冊到你當今來？你使個人講你到咯？人唔知唔知？應該知啊嘛嗬。加拿大，你到加拿大，所以你我係記我拄到你時，你甲我講你差唔多要來，嗬。我特地 Queens Bay 拄到你時，北極光嘅9點先，他是準備 visa 嘅物件。然後你是加過幾年？加7年，我本來是講比加3年嘅，因為我嘅 vision 是講加到我嘅學生，8年嘅學生啦。畢業。我就走。特別年講，年唔甘。所以因為每一年都有新嘅。你哋打有新嘅學生，你會直要教輪咁樣畢業了，個新是輪，咁樣係樣教畢業啦。然後到尾，我就感覺應該學家己一個點聲，
the limit。有這 limit 了 ，decision has to be made。แล้วรู้สิไม่กล้าใช้แล้วสิไป做後面你有寫你有 pass 去做咩？你ไป出國國他在什麼？嗰時是因為30愛夠了 ，working visa holiday cut off is 30歲。哦。So 我愛去，我嘅 next step 是愛去 working visa。得類 working visa。去辦蘋果。辦蘋果 Australia 是啊 ，OK OK。我洪水輪流轉哦，轉來轉去，我都是必須轉去我愛去嘅位咯。哦。我中午無通去，你看我做工做1、2、3年、4年、5年、6年，我想來想去，我是想來轉去，因為我無轉去咧，有可能機會都無了嘛。OK。然後然後我下禮拜愛到30了，我等，我明年等落去，我咪是等一條坑。有，所以我決定講 ，OK， 我 before 30歲時去 Australia。有，了，嗰時是本是有發生淡薄物件啦，我啲做工嘅時，我都冇數教我咧啦。management 冇數教我，因為我做物件我不是教 go by the law 嘅。哦，你費事。然後伊人冇數教我嚟講教學生啊，冇數教我discipline 我學生，了我到啲個訓導處教咯。哦。那訓導處來愛了我學生，我都。你們是什麼啊？你淡薄什麼？我就是 don't tell me what to do。我就教人教咯，多班外口嘅，我人了我學生去嘛，講學生亂啊，咩物件，你必你愛去，然後講我無你教冊，你愛你就當我教了，你教了，你弟弟俾你去嘛，我計咯。你真正咯對你細漢嘅時中學、小學有影響到你做先生嘅事哦。我本冇想到我會去做先生，真。I think is one of the like 我的志願啊，細漢嘅時。你會做咩？你 ambition 會做咩 career 啊？老師是我有寫過，特別講啦，我寫老師 in spell 嘅書。影寫嘛，咩工程師噶，講寫嘛，老師影寫。你有個特擺人做學生嘅時，但都是要看到先生嘛，所以你面頭整你 relate 到，因為講佢 relate 到別你 career 你唔捌看過嘛。是對啦。所以特別你整個你先生都對你啊，教你學生係咪你成家庭時有去想到，你看樣對你安怎有去影響到你對學生安怎？冇去想，特別我 action 是一頭出來，就是I'm a doer, not a talker。所以你都會使到我 action 會看到，我安怎對我學生。就是我個人做 tutoring，然後冇時間借錢，然後幫人去食買菜嘅人。所以有時 repeat 就對你 cycle 就定到你學生，你先生對你嘅做物件。呢是在我 subconscious 上邊。你冇就自己想到講，哦，我就俾人看你定到我先生，特別你是自己就 naturally 做出來。Then after 你7年加切過啊時，要去辦蘋果嘅係時間做你告訴，有去掉，冇去掉，因為嗰時陣我個想 ，Do you actually want to just do that? Right？ 你而家正要做係因為你做都冇攤做掉了，你夾要去，是唔是？你有點想？我想法是，喺你辦蘋果就是辦蘋果呢。There's no growth in it, right？你按照起，按照辦，你會做物件都是安尼款呀。你別個進一步去成功啊，有進一步嘅成功，有進一步嘅成功。然後我就講，還是都係permanently 大隻所在。你特別要做 more than that。係一種嘅工啦，嘢咧。tourism visa 海港，就嗰時我就想，
大呢看了，啊无我就去看土无上国家的迄个大學的在他 master 是什麼哈？叫讀 master 咯。哦，然後就是讀到對咯，因為迄個就是唯一會使互我較進一步去，有機會，然後你可以留掉啦，你較 professional 嘅工，較你較機會較懸。That's why 個 apply Canada because 因為 Australia 甲 New Zealand 甲 UK 無我愛嘅物件。哦，你要讀咩？我要讀 photography，特別第一無鐳，真係貴。本地是愛我 SPM 過後愛讀嘅本是forensic 嘛對喎，但我講 forensic，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愛去林國榮。哦，OK，graphic design，有，哦 photography 本啊。and photography, fashion design and photography，本是看真係隻 America's Next Top Model，看真係隻。哦，OK，你但自己影響到唔記得啦。你特別你接落來冇興趣攝影嘅咩？細漢嘅大漢，嗱，即係你咁樣講咪假，咪就最後你嘅攝影機，你先生。就是有 expose 掉咯，然後慢慢我有是有 elective，我係 photography 是所以有興趣啦，有興趣咯，然後慢慢掉咯，因為我無咩暑假讀冊無咩教，所以我嘅 inspiration 嗰啲物件都是 art sense 嘅啫。哦，較 creative artsy 對 ，artistic 啊。Yeah, artistic and autistic。你 autistic 咩？我唔知。唔捌啥。我 test 我自己 PTSD 呢。如果講你自己是個 psychology，你到底學當少頭 ？ADHD，我唔知 ADHD 我 poster child 我唔捌 test 佢啦。特別你捌我嘅人，你應該知我 ADHD 啊。你冇食過我台灣錄音嘅事咧。Actually 我錄音是叫做我 ADHD 嘅事，我 hyper 叫咩？ADHD 嘅迄個 hyper focus 係咪 hyper obsession 係咪啊 ？ADHD hyper fixated hyper focus hyper fixation。所以我那時講我。暑假物件我有興趣物件，我會真 focus 嘅，變嚟學緊嚟做20年。แล้ว特別無普通物件我都哇，即係電力即係嗰邊都，我十擺後我成轉咋，我那時就是我房間我要做隻物件，我落下來樓下，咁我要去樓下嘅隻物件，我到啲樓頂。行過去樓下，我哋 pick up 做攞晒 task additional 嘅 task 嚟咋。有時實正做嘅時候，但係我想，喂換衫係我自己樓頂換衫，我哎呀，我未做你 shower 入面，我哋去做一下，什麼 before 在就 already 個立行嘅 task 冇做了個嘅了。你是普通 OK，特基本上嚟講咧，你但 until 我吹到最 hyper focus 啊，或者其我都知道，後面叫我唔能夠我講話，我唔知我未聽到啊個了。我 Bruce 頭嘅時冇咩伊感覺到成我冇 respect 伊啊，有時講話時成啊，我講唔是講伊甲我講話時我冇插伊。伊甲我講話是我過印尼上甲我有聽，特別我冇聽。我是講咩好嘢咧？你是幾個腦子是講昨天我甲你講下咩物件時，然後我就未記。特別當機咪甲 understand 我啦，我伊再講伊頭嘅時，我甲伊講話 ADHD 是 because 我冇 officially tested 加去 clinic test 講 ADHD 嘛。特別我讀到隻證明，我成哎呀，這就是到底是我嚟。特別伊成個冇咪相信啦，頭嘅時，然後特別一邊做成個相信冇相信，伊是接受我就成日看呢，你這年啊。Anyway，
到底迄路，我就看到这物件，我看到这 screen 啊，我直直看到这边啊，真是真要飞机啊，咪 bionic 啊，我直直想讲是心疼一只咧，直直，我直直，这里啊，哦，正眼头毛诶，正眼头毛诶，你鬼头毛壳了来对，OK 来，แล้ว所以还是去到實會找你興趣嘅課來讀大學，แล้ว夠機會大，你拖大落去 Canada 一頭是 directly 就是嘅邊個，因為你興趣要讀嘅物件，下面物件咧讀一課下邊無，應該有嘅嘛，Australia 咪， UK New Zealand Australia 伊人有嘅物件是叫 Master Philosophy where you can 你會使經你個去愛嘅課去讀了你無一個專無一個 specialization 哦，所以你讀你興趣物件然後呢，無特 That's why 別講你出來是找等係你 specific 嘅 focus 啦，對，了我就想只要我 background 安尼學習，了我去過讀迄物件，毋知伊人會使，you know 我 resume 看是，等會被admit 我讀嘅 program，你講你 background 學習係咩意思？就是個做先生，個做個 graduated from Bachelor of Science, so non-related, everything is not right. 所以甲煩惱講，真正即係除咗講哦，因為成懷疑講你讀下物件，可能冇被 focus 啊。煩惱啊，真煩惱會談到，還是未談到這個？咁使講，你講壓嘅人 also hyper focus problem. Same here. Then 你吹幾年咧？吹咗等？吹半年啊！哦，吹半年。So that means 你還是 still 介條車個吹掉是？對，已經開始啦，對，已經做 homework 啊咩啊。我們吹了吹。你後尾讀上到係咪讀一科咧？像本是 environmental science 咯。environmental science。environmental science 了。係你咪是呢個叫做吉他咯？對咯，就是因為我嘅 bachelor 是is under of School of Environment 嘛，所以冇法咯，就是用到佢哋咯，佢哋 background 嚟做我 stepping stone， 自己，so okay，then 後路吹掉等 finally。我 apply from Vancouver all the way to Toronto 啊。哦。then 下嚟點先，真係stress 咯。困嘅時本嚟忙掉。驚請。哦 ，stress 係咪事實講？那是講你無談嚟講，你唔賺賺啦。Yeah, because I got everything to lose. 哦，你而家放隻 pressure 你前顧你個叫你當然知唔知？我把你本想啊，是啦。我知啦，你自己知唔知？我是咱都被 self aware 先。知啦，但係本是未嘅。啦會嘅 ，actually， 你較老啊哋 ，I mean， 你慢慢較看破。無如我感覺我看第一破嘅物件，就是朋友這方面啦。國家離嘅，都是朋友這邊哦，對我無利嘅，還是講呀，我朋友幾年了，雖然講好朋友在哦。佢呢個 complain 物件，complain down，complain。即邊就是講到 Canada 嘅事。對，Canada 嘅位。你大邊有幾年啊？5年喎，4年，5年，6年，哦，哇哦 ！complain 咯，complain 了嗬，你都讀好 advice suggestion，然後咯，聽佢講，聽 be a good listener，然後一做物件咧是，另外就是完全冇，假如 suggest 物件冇關係，然後感覺，可能人。我呀，總是話可能了你依個啥演戲好看，講
哎呀，我的 interview 真啊差，因為伊 interview 之前伊個好嘅 practice 叫我解 practice 啊，每樣咩物件解 practice 上濟道啊 revise 啥物 question 啥物，然後講伊 interview 了，伊就直直參講家己無好啦，但就是未下哩未談了嘅啦，然後後尾咧幾日過後，伊甲我講，我應該是怎講啊？ It's time to tell you I got a job. And then why reaction 就是so 我唔是第一個，就是講伊講 it's time to tell you I got a new job means that he had to hide that fact from me. 什麼事咧？都冇明白啊！然後我問朋友，佢朋友佢一齊咯，我就 slowly start 冇解講話，slowly 少講話，然後到阿尾冇講話嘅咯，就是伊講唔係話講真久冇教你講話咩咩如何話咩，我看了我買回就對咯。你本是歹勢啦，你問講。特別即是你家己，你家己啦面朋友無好交，咪唔熟，咪是咪交嗱咯。你講，所以你看破係咩意思呢？就是講，無信息俾交朋友嘅，也是，you know。你安怎是信息嘅朋友呢？對你嚟講 ，you know, so dramatic. Why are you being so dramatic, right? So if you want to be dramatic, don't be my friend. Like, 安怎是好嘅朋友咧？對你 ，like，就是講用將心比心啦。所以你感覺到你無找到上加用心交嘅朋友。對，那有時，解咁捌有四年可能，然後規日就是一邊聽伊 complain，係 vampire 啦，係上搞時，明白。然後可以 suggestion 了吼，聽了吼，想講講必出去road trip 物件都好了，因為我愛去哦，因為伊必找人，愛去 ，OK 咯，你講會咯，對哦，因為我有應嘛，然後伊個朋友嚟講，我未了，我找到另外一個朋友，我另外一個朋友去啊，我們去啊。So always 幫你是第三、第四、第五嚇。Then 我冇 expect 你幫我第一就是，you know, I'll be the best, but at least treat people with decency, right? Then 你去 Canada 是和你談到咯，你會考加大學。咁麼好一個咯，一個 admitted 咯。Then 你頭 snatch the opportunity， then 你嘛和你去嘅會不是兩本啦。特別無法啦，伊明白啊，你去讀冊。好啊，物件咯。伊報名呀，我講伊就是 play victim card。講咪你幫伊啊，咪幫伊到底下邊一人啊老啊，你講有無？有啦，即係都講下，特別無法嘛，就是講我發展咧，是愛去咯，無咧就是伊直之前是伊叫我去檳城做工，然後本是有亂錢啊，準。伊是檳城做工是 because 伊甲我你甲我嘅時候，然後伊住厝，我大概
當然小大上進處，你嘛，大上經，大上你嘛幾歲啊7， ？67。嗯， OK OK。伊袂行路啦，無路。哦，咁就所以反你啊，我來我帶對去了，着伊個呢，嗯，伊個了骨刺，哦，骨刺，嗯，所以伊是 hunch， OK OK，一個其實也有骨啊未伊個靈骨。 ，spine，嗯所以我帶對去了，本是挪回俾煩惱啦，我煩惱家己這邊啊，了解，了解了解，帶來時，伊個無 appreciate，伊個比嫌東嫌西嫌東嫌西，唔是南西啊，是嫌西。嫌東嫌西，唔是嫌東南西，OK 然後 OK，是啦，然後伊昨伊要昨食久，伊昨3點鐘，哈，3點鐘，啊，特節，到至3點鐘，昨個病，衛生局病，哦，應該是我姨啊是啥物啊？伊姊個查某囝，家己較好淡薄啦。啊，伊是甲我講，伊古早是8點鐘爾的，了哦，伊是唔是有 OCD？病啦，了伊 I think is one a type of mental illness 啦。是啦是啦，聽起來人分啊，伊都是無承認咯。哦，伊講，伊就講，伊昨伊就是可能幾點鐘，伊講昨8點鐘，昨10分鐘是伊講伊去死較好，咁樣昨。哦，哇，咁邊 OCD 唔知啦，那是冇 diagnose，extreme， then 哇咯，佢就這樣咯。แล้ว伊其實伊走來時是 recently 啊，舊年啊，伊舊年是頭一擺來加拿大啊，除咗你對去出來也是一個幾來，對去出來了，對去還一道對其實是不是你常常對馬來西亞？舊年個第一刀對，哦，舊年第一道是我有聽你講過啊 because 你不買because 你還是做掉咩 process 上面是 PR， PR 是所你特別找大名，แล้ว你在談呢時候咩對去坐你買，有 days off 啊，有 leave 個探檢嘛，愛做了做滿一年 leave 個 effect 嘛。OK，咁 Canada 誒 leave OK 啊，少因為我唔是政府嘅工啊，我是數錢唔是講數錢啦，是 First Nations government 啊。，First Nations 係咩咩意思？Indigenous people's government。OK，Canada 誒，I see 明白啊，所以伊無伊個冇想嘅嘢 benefit 㗎，你有甲 federal worker 甲無相啊。OK，แล้ว你當佢做緊什麼？我當今是 biologist， OK，誒，你唔是講買隻 biology？有嘅 biologist。哦有，OK，洪什麼啊？洪水輪流轉啊，轉來家己唔買物件。特別你做 OK，還沒有講特別你 OK 哦。master 是讀關於有關係安怎安怎去保護 ecosystem 嘅。所以當然做嘅本身嚟看啦，想 study 一個 marine life 嘅 health and 咁樣。無吧，都是 salmon。哦，OK，
salmon 是伊拉你是伊 salmon 成個 farm 咧，還是 salmon hatchery 我人这边有 hatchery 了，我的工作是 study population and study 哦， pest。所以你看樣嘅 population 啊，這係咪可能？ Yeah, 我人是愛去 repopulate them. OK，你別使想講係 extinct 嘅就咪啦。They used to. OK，明白 Yeah. 明白。Then 當咱講到細漢講到大漢啦，當今你今仔日嘅生活看到對甲頂頭嘅生活，你有蝦米講白蝦米物件，蝦米感覺到有成績啊？當今有工個來到外國啊，你想啊冇做嘅個來到啊，個蝦米物件無歡喜個，看裏邊。嘛，如有無歡喜，就是真是人講嘅外國嘅貴鳥，較遠。無講無。搞家你做啲本地是看過怪鳥遠啦，但係來到這邊嘅是會想嘅。有較歹個。你嗰時成個外人嘅做嘅，你可唔是你家己所在啊？只係喺位到你冇關係，你冇客食。我但係煮就是亞洲物件。哦，你特別你到底你到一家，你嗰邊有 Chinatown 沒有？冇。我去 Vancouver 比5點鐘啊。哦，特別你使特別看你課本啊，有可能你讀你課有可能特別無呢，你較濟是 city 甲有呢可能嘅所在，maybe 你讀即係你你做這種工，maybe 特別較 rural 嘅位喎。有啦 ，British Columbia 是真係濟可能我natural resources 嘅物件，特別因為 Lower Mainland Vancouver 嘅所在 ，Greater Vancouver 嘅所在，數會相當嘅。OK，我係 believe。特別歡喜嘅物件咧，做教咧物件咧，你講哋家己有成績。我哋應該去家己拼要出外國。第一面你哋嘅就對嘛物件。對未去啊，我感覺。就是因為馬來西亞無可能工課。冇 salmon 啊，未必有別行咧，你倒地咪。佢搞咩？特拉比叫咩啊 ？Actually， 人們叫特拉比喎。我福建話名我唔曉，你我嚟使做另外一個 episode。湖嘅名嗬，會使我寫起來。我這邊我真湖較菜啊，湖菜福建話名有時哦，你看中文哦，如果想袂到伊個福建話是啥物？有時你看紅毛，如果唔知伊到底是毋是，然後 Wikipedia 咧有時唔知準無準？對。然後我人愛你original 係檳城福建人講嘅基本上。對，我想寫起來啊 ，fish and vegetable names。當時咱做這話題，咱嚟講無相嘅這話題。有時候我講貝嶺啊嚇，我講飛龍嘅嘛，特別就這樣。特別貝你咪使 Mandarin 咧，你 Mandarin 嗱啦，福建都無音是一對一嘅嘛。應該是菠菜嚇，應該是菠菜啊 ，maybe 是。咁你看有時特別你 because 你個吉他。即 Mandarin 即 vocabulary 較濟過你嘅，I mean 你 maybe 你未接到伊得一菜，係咪菜係咪菜嘛？你個冇接到講伊名就像嘅。我這邊個冇 wet market 都冇關係咯。然後你到底嗰邊暑假食 Canada 物件啥物？冇暑假安全。你登山白，你特啲特別煮飯。我特啲特別煮物件食。你煮咩物件食？登人食。我話靠食
chances 係 1%。你平時是自己煮啦，你煮咩物件？煮飯，然後經濟飯下款料咯，下款菜咯。哦，你是揀食那款物件，是你會曉煮一道物件？你揀食哦。然後炒麵、米粉、咖喱麵、福建麵，自己煮哦。哇！你自己煮自己，你有啥朋友啊？咩物件？有，咱唔介食福建麵，上炒啊，喏。即特別你有馬來西亞朋友，邊冇？佢即是阿毛朋友，落本地看得人。阿冇白人加 indigenous，แล้ว對，就是講特拉比亞，特拉比亞 not 非洲魚哦，金黃魚唔知哦，特拉比亞是咩？唔是啊，非洲魚，金黃啥物 ？grouper 啊唔知我未曉， ，red grouper，金唔知啊，黃是 gold phoenix fish， African fish， OK。哇 then 你無 I mean 你會想啊，你當基本是無講只幾年個嘛，你到 Canada 到7年，如果6年，所以你有 feel 到成個講有物件暑假安尼，about 我蝦米方面你感覺到暑假到啲 Canada 無？哦，到 Canada 人，到 Canada 邊咧福建嘅聽眾會活話哦。唔使講啊。冇有啦，風景咯。然後我這邊冇拄到幾人特別你安尼6年啊嘛，你到嗰邊，係咪是講唔等個點先？唔知因為我是疫情pandemic 嘅時到這邊嘅，了真是正看到 pandemic 之前2019之前甲2022過啊 pandemic 過了嘅感覺變真濟物件變貴，然後變真係艱苦 afford。成日艱苦啦，特別你唔是記得老本那款嘅咩？對咯，我就是感覺交保路我成我本是真係苦啊，但係本是 financial stability not secure yet。因為你自己不 pressure 本啊，我看你自己本是真正啦，因為我保路我夠真濟也未還也未還，因為我嘛愛對來啲好愛對嘛，冇關係嘛，so I have to bring her back。所以變做你飛攞到，下你飛機票嘅類，一到這邊就比7000個，馬來西亞邊30千米來了。到巴魯攞飛攞4個月不知道8個月不知道，我 credit card 嘅類也未還過。that the paycheck, I'm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so I'm being very hard on myself because 你特別興了你特別好啦，3面你骨力興啊，骨力興就是講你有時咪講แล้ว你有成個有當個我看你寫是到底這邊嘅事，你想要去那邊，到那邊嘅事想要去這邊要做這個，要做咧，你當今你嘅 future， 你嘅 immediate future 是打算要做咩？ I still want to be an artist。所以你感覺到你有機會當今？我有接到 casting call,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scam。問 desperate 問這人愛所 Yeah, I was really desperate。我真就講 desperate 了，我到這邊，我到 Canada 本我可能騙過類。寫字，真係我下你30名較好車龍嘅。哈？我到 Canada 下你來本是起落，可能偷睇物件，
馬來西亞本有啦，馬來西亞本是我們是大咗好，我們是I was a scam street victim 啊，street crime victim。哦，人搶我嘅 bag，然後可能一大車位開窗仔來搶我嘅 bag，然後我買你竟然 IQ， 我喺度拖，我開車拖啊，哇喲，這是做好嘅事，我嘅事，然後嚟這邊睇你實習咩？人浪路浪掉我咯，浪掉我嘅卡。啊，你行路啊，唔是浪到啲車啊？我 scooter。哦，你安怎好啊？就上哦。有外口樓internal bleeding。 Oh my god, then 冇法咯，因為 hit and run 啊，我在食呀，我在一時 white sedan 呀，I was in shock， so 我還沒物件我放袂記了，我唔知愛去家己嘢 driver's license 愛去，特別走啦，會走啦，知道？開走咯。Well，你今年幾歲？30，佢必須走未？3倍啦，3倍，OK 個啦。你希望你慢一步一步來，慢逼少個幾少濟。特別這邊講聽這邊就是可能面就知啦。特別 sometimes 你家己知啦，你應該知，你舊間咧去聲，你應該知你愛做物件，你知你個幾款安怎？so 特別我是感覺到人真濟人 share 嚟告訴，啲係咪 good friend？ 就是人講頭前講 ，you not really need a good friend in the foreign land 。特別個冇有朋友，特別 one of the good friends。就是大媽講嘅係你正興，就是冇講話了，因為 I just feel like they are being a hypocrite. That's all. 特別你問小 critical 啦，你係我知你看你呐。以前你看啦，人怎講啊 ？If it's emotionally if it's not good for my emotion, then I'll just let it go. Like 對，就你講你個看法啦。特別你個基本較照顧家己問呢 pressure 家己小這本。特別我知你細漢個大漢，老實講，你經過這你比較這人你會 experience 而是比較這人也很可過。我明白你講嘅物件。特別你成我講嘅啦，當然你變起來嘅講 ，even though 你成日話唔是講哇，當然嘛成功啊，咪做到一步嘛好個啦，搞得講正嘢個啦，唔會講正正嘢啦。嚇，特別你變個定到起來，你已經做，你談到 already 真濟 ，I mean improve 你成日話 improve 真濟啦，你望未記一點半啦，就這冇未記啦。一個貴人，你先生，我會從來買嘅。你感覺到你第一成日感覺到這感謝嘅貴人是幾句 I think it would be my mom 啦。even though 有假。Yeah，人就講本是人就講本是都會罵嘛。有你有時個感覺到 conflict 後，當時就這時間咯，特別無地時個煩惱，是唔是？所以這種是直接嘢嚟看的啦，一步一步來啦。像我爸貴先嘅無談對 ，because of flight restrictions 本是 it's always 好嘅嘛。特別佢無法咯。I mean，but of course，我了解啦，明白啦，這物件。我來這邊是
我伊個唔知我來這邊，因為我的媽講唔係學伊知，你使聽我的媽講的話，所以即係都冇係知，伊都唔知啦。意思點講？連我都會，我唔知。你甲我講冇聽到是，是你 feel 到你招嚇。我都聽得好好哦。特別你冇話即有當時即正興做出來嘅物件，唔是講你愛嘅物件嘛就。即是你安尼做無相 aspect 物件做到，特別我知你是唔是 always live with 呢個 guilt 到底你嘅心內對唔對？特別你未你安尼看物件你未使，啊咪我明白你嘅 feeling 是對，特別你外人看咧，伊個你講你是種物件你怪你家己本無用嘅。你特別了解咧，明白講這是這正行嘅做到。特別我明白，你安尼一道你 still 想禁掉啊，心肝就想掉數。希望你慢慢來，會較看較破，較濟物件看較破，了解會談到你只愛，特別已經是談到什麼嘢談到只濟本了。比起來，你有可能細漢嘅時都無只濟物件，有可能未談咧 ，because 你會行過嘅路邊嘅只濟人來講是波折是真正濟嘅呀。所以你會做甲今日家己出來外國讀冊、吹工，家己嘅生活。不是無簡單嘅物件，所以都被會記掉一點蚊啊！然後做人是，袂使講成直直講哇，愛咧獨立嘅物件，灰嘅物件，鬼鳥外國嘅鬼鳥，你袂使講你袂使明白家己嘅成功，你甲會滿足，無來講你直直對迄個合併嘅鬼鳥，你是對袂着嘛？你是到啲 Canada 嘅時，你最想食邊個嘅物件係咩？糯米鵪鶉。來講，糯米鵪鶉。糯米鵪鶉對，因為我個冇咩要煮。把下物件要煮就家己搞掂啊啦。蚵仔坎坷蚵仔我要做，特別冇個嘅蚵仔你鬧咩？你蚵仔你話你唔是啷？小大了咩蚵？你蚵你大了，邊個蚵仔細細了，食了喏。你小大粒誒，無伊口感無像。有我有切過啦，切三地來做，我炒時爛個了。特別你有 try 過啦。我做過。了你想食係咪想粿係咪？你看物件？菜粿啊，菜粿會使啦。係咪粿個啊？所以小食我才講，小食咩就是糯米甲蚵仔這種行。糯米蚵仔。我看一個印尼嘅朋友講，kehidupan ini selalu ada lika-liku，明白？你明白？Yang harus kita lakukan adalah bersyukur. Salam dari Indonesia. Oh，這是Medan嘅朋友啊，你是到 Medan 哦。Day Coffee 叫你加油曉咯。加油，大家都加油。Never mind，邊啲Hokkien will always be here 你講。แล้ว阿龍冇ดี喎，阿龍 ，hello 阿龍你講話？大丁
啊，這我會做 live 嘅咯。我當時有時有閃數先。冇啦，我一對一嘛。一對一，但係一對一是干那把，如一對一嘅嘛，等於我都唔應該出聲啦嘛。特別好啦，好啦 ，hello。你再繼續說，這是阿龍。阿龍啊。好啦，特別我唔捌拄過，我知伊真真濟年，特別我唔捌拄過。係啦，細細行到啦。細細行到把啲。是啊，14歲、13歲都頭聽，然後見個動機啊嘛。誒特別我有嘢成。我唔知這節物件 ，actually 就今日兩集嚟講，我捌到即個條落呢是捌到這節咯，佢這簽這節叮當物件嘅咧，阿龍都未來啊，阿龍都未有我後悔啊。我嘅物件是我是開掉嘅車，我就開掉嘅車嚟嘅，我就冇需要啷當聽人嘅物件是開掉車，一本咧講個了咧。掉本，我連卡嘴康本可能講嘅了嘢。特別曉落是一個真成功嘅人啦，伊近日伊會行到這邊來時候，伊去到外國，伊加拿大嘛對唔對？伊真成功啦，伊應該歡喜家己玩嘅關嘅成就，對。bersyukur，你講怎啊？你是講咱我是咱家己做嘅成績，係咱未去 recognize 嗰陣時。有當時咱家己無感覺到，咁啊，咱人。規成話咱本時會拄到無歡喜嘅事啊，激死嘅事。咱是人哋無歡喜甲無歡喜甲逼切嘅事咧，可是 usually 是 times 2嘅啫 ，duplicate 嘅啫。你淨係 feel 到就你講我梗失敗呢，你無想到講你成功嘅部分是真濟哦。你叫真彩一個人去外國讀冊去談比較，你真係應啊？無呢應嘅，actually 無呢應嘅。是啊，你話並逼嚇阿龍。我基本是行上條路本嘛冇一定嘅，對。有當時咱人一個人拐得出嚟邊激死咩事啊，無人知嘅。尤其是你都去咧亞洲國家嗰時，even 韓國本土啦，你冇咩朋友，冇親戚啊，你都出嚟邊發生下咩事啊，無人知。你想到一點嘅事也不會驚嘅咋。你感覺到就係 con 啊，成個阿龍咧啦，我聽到你幫晒啦，我聽到你嘅卡吹 after surgery 咧，佢記得嘅對啊。我都冇擔心，你知我 message 我是冇晒幾個字啊！哎呀，冇 reply 我，安怎啊？你 hello OK 啊？就是咯，我到時咩話本嘛，講你拍到你幾攰到你邊度教我講者好？係啦，你教我講一聲啊，都有好出啲咩事先呀？你講出嚟渴望嘛？哎呀，特別即係點先特別去到都有效落嘅，就是依個運嚇。有落 before 走時你別講咪阿龍甲我嘛想啦，就是有物件無想比起另啲人，咪見麻煩人家己打。話如有穩固了，我叫我朋友買物件互伊本名我講，你做咩事特別叫佢俾咩？是啊。然後我真濟物件無甲伊講啦，我是好嘅物件有真好。我本身無講啦，有我本事做出來。無好物件我是絕對無講啦。是啊，我覺得大個個人個有爸母到本地人應該是了解這種嘅想法啦嚇。你講嘅是你未解到物件，做咩時候去煩惱？所以咁咪講我當時。特別伊個無明白，特別唔見啦，即是伊安尼老人咧，伊款成日看了特別人特別貴人家己愛物件咯。佢等陣佢一個講，再我同你講，有人揾到，有人看到 YouTube 啊，因為我講按照你會起嘅，即是 one on one 嚟嘛。我樣時，按照冇人叫我嘅，叫男仔起來啦，講按照冇叫我嘅。冇你這 room 有嘛？你自己起來，都唔是我叫你起來。Exactly，你是 admin 嘅事。你講按照你接起嘅，講我開 clubhouse 嘛，你炒落你咪自己來咯。咱這當面屌是何那驚？伊講關難過，關過。because 南西本是被 show support 嚟我 video。南西來開聲啫。無啦，來讀路呢。
杜啊是杜阿龍，杜阿龍啦。你夾喙坑就開好啱杜啊！對，我就 supportive 嘅，我家己咧 privacy 唔係出來就是 entertain 亂個了嘅就。嗱，家己是人家己 private life entertain 啦，咪是人嘅遊樂咯，遊樂一遊樂二咯就。阿攞下落去。哦，哎呦，只當嘅1點半忘記好啦，感謝遊樂起來。幫開，然後我甲你講平時，我講你愛講到字，講到字，無愛講唔要緊，講話伊實開個隻大本嘅，成個你靠住坑嘅咧，可能看到個咧阿龍。感謝阿龍，感謝阿龍啦，感謝曉樂，感謝細細漢聽甲大漢了當今。我咪叫咩梅？有咩？我咪叫咩梅？你有點話是來困啊？你被錄音了啊？梅還是當今嘅梅？你被講物件？我俾梅看，我咪講，你爸母接受你嘅暑假大波還是暑假查某嘅之類。哇！你一對一轉得嚟梅話你嚇，即係撞一對一，我一對也是你一對一啦。伊爸母都冇接受伊暑假查某。哎呀，所以你使梅。你是安怎come out 對樣啊？對，你係你。你去聽我 episode 啦，我一對一，然後梅我係講過啊。然後，到時你可能冇聽，假一間。我是講啦，我是冇教話講，特別我 feel 到伊在啦。哦，我不知我夾你，即是南西路浪梅話過啊嘛，係人頂過來一對一的事。嗱，我梅個咧講個咧，你就講過，你有 girlfriend 過，so call girlfriend 都冇講過。OK，so 你去聽我教你一個 list 咧 one to one 咧，其中裡面有兩 episode，兩粒三粒啊，唔知兩粒啊，兩粒 episode 是伊人轉得來梅話。OK，應該是100123啊，是咩咪 episode？攞節年啦。攞節1001字。空字。你去聽啊，下邊就講過。我甲我買 conflict。就是我冇計講啦，特別我係 action 就 show 出來啊，就是講 maybe 我是大啲 single parent 嘅環境，我係你，然後我輸嘅。Hi baby。Sorry， 我尿。你笑啊？你點解笑啊？嚇笑咗。嚟吹我。Hi baby。嗱，了，按照你講你。然後就是冇識伊對我嘅客觀態度，然後就是冇識講每東每西每東每地每起每路嗰啲物件，然後個冇講你嘅物件。特別你在意看啊嘛。然後伊達到伊就命我講，你免嗰陣講我啦，你看你巴兜傳播嘅時，你播嘅講你喎，係咪？然後兩刀是三刀佢講，我佢講我被傳播嘅，佢講我傳好啦好，伊一開喙教你講上嘅物件，然後我自己多查落去，我咁問我意思，我去坐卡股。伊講，我講，你就成日拍啦。我就是不是講你看，你特別你講嘅這物件咧，是唔是理由講？這個物件是 emotion 講嘅。特別我係做嘅出。我知你做㗎，特別你講嘅是咪講嚟？迄個是氣嘅話咧。本是啦，是小屁是講嘅話啦，特別我真係攞。伊本是有嘅倒俾潛入猜多喲 drama so yeah more like white family is more on built on domestic violence 啦。了解
做我無呀，甲我講嘅話無，伊講嘅話，我細漢時講嘅話，我無聽時也無愛讀冊啦，無愛念書啊，無愛撞下蝦米啊，還是伊無看到我做過物件，我無做互伊看，無斷掉做伊看，伊都對了，威脅我啊。即是啦，你 as 你較大漢啊，你個有 education 啊，同埋你講，即你特別慢慢了解你嘛，一個嘅 background 咯，你未解伊啊，你特別用你個嘅捌到嘅物件、學到嘅物件來了解伊，唔是講接受伊嘅什麼，你了解就好了。你看過伊個嘅生活，無來講吼，你 forever 被你被一個人換伊款伊是袂嘅。所以你是希望你，人是講阿毛是講你較 at ease at peace to accept 伊呢，唔是講你解也是伊變做你希望愛嘛，還是安怎？你特別了解伊呢咯。然後你是互你有機會有通睇到 chat， 會了解會捌到物件，所以你會用迄個你捌到嘅物件來了解你嘛呢咯。對，因為無伊。無啊嘛，就希望感謝你起來甲我人講你嘅故事，甲你買故事，無人捌到啊！這條路都實在講，馬對來要等推搞嘅是冚一冚啊！episode 呢，就唔知講伊後尾故事是咪就這故事。後尾咪是條豹條貓咯。你捌，你啊對你聽邊個學嘅咯？我有互伊聽過。無啦，我知，特別你頭聽是你捌係掠對來是，哎呀，頭尾你做咩？跟你打 up 做咩？你捌條掠過？唔捌。無啦，特別開用電腦有啦，因為伊對來伊有望電腦也唔會。看抓。OK， 感謝啊！曉樂嘅變做兩禮拜แล้วก็น้ำใสกับ阿龍，กับ嚟支持嘅特別嘉賓唔是特別嘉賓，即係聽眾嚟跟我哋講話到啲 Skype 唔是 Skype， 話到對 Skype， 但我幫 Skype 必須係嚟 YouTube 加 Facebook 啦嘅 comment。感謝大家感謝曉樂。攏把節未大講，曉樂 origin 就會聽頭隻 episode。OK， 下禮拜再見，到對嚟聽接會去聽無線邊咧福建嘅話題，拜。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 頭一集咧曉樂音咧，入邊去看，然後即電看電聽伊看啦，第一集正嘅時現條錄音就是通知你，成個當今日咧，唔知幾時會錄音時，就來通知你啊，感謝，拜。